人生仿如沙漏，隨住歲月點滴流逝。透過一幅幅沙畫故事，細味人生不同階段。並藉住信息分享，引領人認識生命嘅真正價值，得着從神而嚟嘅永恆盼望。在那一天，我在塵世尋着你，從前孤單，我從此不記起，你賜盼望承諾，誠意邀請你一齊透過沙畫細味人生。灰色人生變成絕美。